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托婴中心有一个年母，去年4月为着要甲一个11个月大的小男婴甲骗互困，竟然用身躯甲囡仔戴咧，前后戴19分钟，结果是甲囡仔活来翕死戴死。今仔日法院开庭，囡仔的妈妈是讲甲后甜，讲看这个监视器，看到囡仔愈滚凉，年母就戴愈红，讲这毋是过失，根本就是杀人。 19分钟，我的小孩多次不断的挣扎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慢慢的看到影片，我会觉得这个是把人闷压到窒息死亡、凌迟的过程，这个不叫做过失。就受到因后生瑞瑞做爸母的心就疼，送去托婴中心，想要到讲年母照别人的做法，想要缀这个囡仔有困80公斤重的大人，缀一个较无10公斤的瑞瑞身躯，愈量缀愈红。今天哪一个？ 人不知道说孩子重压会断气，尤其他又是一个专业的保姆，他不知道吗？蓄意的这样的行为加害小孩子，然后叫做伤害致死，没有人能够接受。部分检方的起诉内容更加生气的是，托婴中心无咧关心。在侦查中是有律师陪同的，但是今天他却是一个人独自到庭，所以我们也让我们不禁怀疑，是不是托婴中心试图想要跟保姆做切割，划清界限。 托婴中心当时被罚30万，停业1档。验过律师发现讲，托婴中心即马已经换名，负责人变员工的名，可能是换汤无换药。